嘅説話啦，你諗清楚至好啊！假使間你今晚巧有差池，就有一個文章騙世之罪，罪該問責。主上，我有做興王所望咁樣，就嚟拉我浪遊王的話上東山，知成後。自古君臣無欺於，莫不一時才出玉野龍牙。若非十步見書城，莫不低主君言把親情難。各路諸侯，今日曹子建題詩一首遼助清慶啊！請主上命題。今日我哋兄弟重逢，正是感慨萬千，就以兄弟為題賦詩一首，但係詩中不能提及兄弟兩字。拎牙字。第一步，第二步，第三步，第四步，第五步，第六步，第七。主鬥言鬥機鬥在府中，一本是同根生，須知何太急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步竟然成仙句啊！仲有3步就恐怕歸呀！只見文章太細情，看雲帝佢甩牙走啊走啊！我心計往空路子見，才堪讚10步上賢，才思晚7步成仙，上優華4座掌聲齊拍爛，試問我又焉能加在受人彈啊？待我扶愛弟。好把知城回返啊！